哇！你而家睇盤唔使用電腦手機嘅？呢部大 Mood 係咩嚟㗎？平板嗎？呢一個係我哋專用嘅 AI 股票機啊，做全球交易比電腦順手，視野比手機舒服太多啦。我平時用手機睇盤啦，但係一嚟電咧就打斷晒啲行情啦，錯過買賣點，電腦咧又要釘死喺書房，超麻煩啊！呢一個就係呢一部機最大嘅好處啦。手機屏幕太細多品種對比行情根本睇唔全，一來電彈消息直接打斷睇盤，關鍵高低點錯過咗，台式電腦只能困喺書房喐唔到，學習機大屏一成塊鋪開，港美股、期貨、加密貨幣分欄目同時睇，畫面一目了然，而且係專屬嘅投資設備唔會彈短信、來電干擾及盤做交易全程唔會被打斷沙發上、茶几旁邊隨便放，隨時都可以研究標的。哇！呢點真係中晒我啊！上次手機睇住個 ASMPT 衝高，一個電話殺到收線即刻插水，少賺咗一大截啊！唔止係睇盤舒服佢係一站式全球投資工具，市面上主流嘅品種全部覆蓋。你睇呢幾個板塊，首先睇下港美股，實時行情同步更新，加密貨幣 ETF 全部都可以查。港股 IPO 輪證諮詢完全覆蓋，美股仲支持盤前盤後交易，連稅股功能都有唔理係打新定係長線持有，都可以提供對應諮詢作為參考。我平時同時都會玩港股、科技股同美股嘅 ETF， 電腦要開機，開咗幾個軟件，左轉右轉，真係亂到爆啊！喺呢一部機上一屏分欄同時顯示，唔使切換頁面一眼就睇完啦。我嘅天，即係一部機包辦全球大部分投資產品，仲舒服過電腦，手機都唔怕再騷擾，真係啱晒我哋呢啲成日睇盤嘅人啊！冇錯啦，唔止係睇盤工具更係投資學習機。除咗全品種行情交易，仲有完整選股邏輯、行業賽道拆解，機內都有配套教學案例，邊睇盤邊學思路，一機兩用，非常方便。